无倒的有机米已经是趋势。那对昨仔开始的使用有机来栽培，会愈受到消费者的信任。台东县关山接受农粮署的辅导，这个月通过台东县头一间有机栽仔场的认证，提供关山150公顷面积有机米的农产来使用。咱个人真爱食有机米，不过种的过程毋是自稻仔栽一直到稻仔规个拢有机，只是对稻仔米来验证是毋是有机。农粮署这么就辅导台东县关山镇成立台东第一间有机稻仔栽场，这个月通过认证。用物理高温杀菌，连培育土壤杀菌消毒，无用农药，对农民来讲是好消息。那惯性的方面呢，那就是它在育苗的时候，它就可以。在泡谷种的时候，它就可以使用农药了。那我们有机种苗场的话，就是用温汤消毒的部分，那以60度的热水来做消毒，那过程就完全不会使用到农药。农粮署讲，华东地区有机稻米产区有1700多公顷，占全国一半以上。这么花莲有2间有机育栽场，这边辅导关山镇的稻仔栽业者通过有机认证，提供15000瓣稻仔栽和150公顷的有机产使用。从源头去管理，有这个有机的这些种苗来栽种的话，我想这个整一条龙的生产方式能够更获得大家的支持。因为有机稻仔栽的计效是一般稻仔栽1.4倍左右，不过伫个人这么对时间的要求愈来愈提高，有机稻仔栽的培育使用会更加受到消费者的信赖，农民的收益也会增加。农粮署以后会再再辅导更加侪业者来做有机稻仔栽培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